这个婴啊一直吼一直吼，马田伯啊看到随只邀请入去内面，互伊行火啊，看见因真久无食物件，就摕物件互食，食了后，佮送夫人人甲这个婴啊来，真顺势来离开。马田伯啊送因棉袄，送因2角银，啊，互这个夫人人。但是耶稣并无来啊。一直到下晡，佮看见一个囡仔，因为腹肚枵，共偷摕苹果，啊人要甲掠。马田伯啊，可怜这个囡仔，嘛伫遐来解决帮忙这个囡仔，啊，无互人伫遐来甲掠去。到阴暗要困的时阵，马田伯啊有淡薄失望，伫困的中间，伊祈祷，迷茫中听见主耶稣讲，伊讲主啊。我趁一天，你才会无来。茫茫中，忽然间，老兵、夫人人，这个囡仔的笑面，一个一个出现，佮消失。主耶稣自爱声音安慰马丁讲：马丁，我已经到恁兜去了。多谢你的交代。因为这事，你既然做伫我兄弟中间最智慧的一个，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。苏联大文豪作家这个托尔斯泰写这个故事，深信伊是一个基督徒，来讲起一个基督徒付出的疼。一个基督徒倒位付出疼，倒位就有上帝。如果马丁拒绝去关心照顾对因兜经过这几个人，暗暝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讲：马丁，我来啦，你为什么无爱交代我？假使马丁回答讲：我也无想到讲我交代这3个人就是交代你，这毋是上介好的借口。所以各位兄弟，我要讲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应该都要想到，圣经拢详细甲咱讲啊，圣经拢真详细甲咱讲。你有深信也无？你有深信也无？各位，你的人生你规划好了没？你知影你伫世间的年日吗？你是毋是咧掠风？捕风抓影？掠风掠影，对空气咧拍拳来过日子呢？是毋是安尼？你有去想到，你将来迄个时阵，你要知影无？毋通信用的白痴。有一个真牛的音乐教授，真得到人尊敬。有一早起，伫伊的门口有一只大黄狗，汪汪汪汪汪，直直叫，直直叫。这个音乐教授的一个车英查某囡仔，看迄狗仔咧叫，主人啊，我来甲赶。好，这教授讲好，你紧狗仔紧甲赶走，毋通踮遮共吵。哇！赶了后，好佳哉，赶了这查某囡仔就来甲音乐教授报告讲，主人啊，我已经将迄只大黄狗甲赶走，你看无搁咧喊啊，无搁咧叫啊。幸亏有你书房那一支棍棒，好佳哉有你厨房迄支棍棒帮我大忙。教授甲伊讲什么棍棒？迄个查某囡仔讲，就在那个书房旁边那一支棍棒啊。哇！教授看一个强要昏去，迄支就是伊咧专家的长笛啦。讲也伊去长笛去拍大黄狗啦。哇！这教授听一个安尼强要昏去。各位兄弟，如果你我，咱若是听到咱的厝内的囡仔甲你安尼的时阵你会艰苦心袂？会生气袂？一定会嘛。肺根也无憋气就好佳哉。如果若是你我，咱一定会安尼。但是咱若详细甲分析，过错不在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并不是有意的，他是出于无知啦。
所以咱法律嘛，定来讲，吼，无呀，毋捌就无罪。你若大学毕业犯罪吼，甲一个毋捌你的犯罪吼，罪行无共，你知毋知？吼，罪行无共。但是咱真福气，就是讲，咱有机会通知，咱搁知，敢毋是比毋知较好？这就是基督徒的福气福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福分，伫耶稣基督内面所要领受的。所以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看见，无知非福。各位，圣经内面记载足多的宝藏啦。你要趁钱也好，要做高人也好，你要安怎样成功也好，我甲你讲，圣经拢总甲你讲了了啊，就是因为你毋知啦。你袂成功，你袂趁钱，信仰袂好，就是因为你对圣经无识，对上帝的话无了解。你甲看真侪上帝大赐福起来的人，伊的信仰生涯是甚物款？拿得起，放得下。伊知样运用上帝所予伊的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请你伫你有限的人生，你毋通踮咧捕风捉影，向空气打拳。当你超找到真神上帝了后，当你认捌主耶稣了后，你会发现到你是偌尔富有啊！你会发现到你是偌尔快乐，你的活得偌尔有意义，佮有价值。各位，咱书经内面嘛一句话讲：朝闻道，夕死怎么样？我若知影明白道理，知影人生的将来，知影人生这生苦病痛这种，咱拢真了解啊，无什么啦，拿得起放得下。毋知的人要烦恼死咧。忙啊定着就讲我会死去啊，无遐紧死。上帝若无要吊你的命你的时间还未到免惊。而且我附带要甲恁讲一个，咱一般真侪听见长辈的人讲，若做80岁、90岁生日做了后，较常拢会破病，有无？恁捌听无？80、90岁，然后做生日啦，什么大寿、美寿啦，做了后无偌久破病啊，那么休息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有一个历史的典故，你知无？听讲民间的故事啦，你讲我要不然怎讲无知非福啦？咱若早基督徒根本就这个笑一笑就过去啊啦。典故是讲。有一天阎罗王啊，咧18地地狱咧看迄个生命册啦，现啦，现就讲，今仔日台北树林遐奈遐闹热，伊讲无啦，就谢介明咧做八寿啦，做美寿啦。伊讲谢介明咧做美寿安真好啊，这个生命册的顶面写讲伊活到65年呢，哪咧做美寿？安尼超过啊！讲阎罗王讲发现就讲，伫伊的生命册这故事这毋通误会我要再三唔好讲，真系超过啊！安尼赶紧叫伊转来，所以民间真侪人就是讲，年老大人较常有人无爱做大寿啦。这个民间根据统计，其实无稽之谈。我要甲你讲，无影食。阮艋舺教会有一个第3任的牧师，吴永华牧师兼在咱办，活到100岁才过身。伊90几岁中风，身体真勇。伊有4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。一个伫台湾尔，剩下拢伫美国。在美国真久无转来。讲爸爸90岁啊，无咱转来甲看看，顺便甲做生日啊，无做无代志。结果呢，做生日了后，过3天中风，吴永华牧师中风，大概我就联想，我看到这个故事，我就联想讲，哪有这个可能？要来了解，毋是安尼。
老大人足欢喜。4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咧台湾尔，剩咧3个，佮查某囝，真久无转来，要转来甲爸爸。咱知影无可能，国外讲4个人共同学坐共班机啊，共时间倒转来。今仔日即个转来，明仔载迄个转来，今仔日再去转来，明仔迄个暗转来。有人去机场接机啊，老爸非常欢喜啊！一个月前就咧等因查某囝转来，半个月前就咧等候因大后生要转来，啊，10几日前就咧烦恼因第2后生啊，什么人要去甲接？头尾拢老爸亲身到机场去接，不累也累死了。这是我的结论啦。你想一个90岁的人去机场，毋是讲咱去不去啊来接就走，就10点钟点啊等，飞机若个 delay 吼，毋知 delay 偌久，你知毋知？4场的机场安尼咧跑，啊个兴奋，啊个无眠，我讲无一个哦，哎呀，真加知啊啦！无知非福，我要甲咱讲。我奉劝咱每一个在座，包括我，咱若较做诶吼，较自量力咧嘿，吼，较自量力。后生查某囝要转来，欢喜感谢主，毋免逐项拢你，嘿，你出一支喙就好，吼。真的无知非福，我要讲，特别伫信仰诶顶面，咱搁较着爱有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。这是记伫什么所在？啊？箴言第几章？啊，若袂晓讲记伫圣经就好啦。安尼就对啊啦。箴言第1章第7节，哈，箴言第1章第7节，这句话你应该会记哩。老记住个，有诶圣经翻译了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有诶是讲开端，啊有诶种去源头，吼。反正互咱知影讲。聪明智慧的人，拢是对圣经来上帝话。咱啊，林景总统遐敖，其实伊无正式的讲什么，有什么大学博士呢？因老母教伊细汉读圣经的呢。你去看伊林景的传记，真感动人呢。对圣经很有智慧，所以林景总统对华盛顿了后，甲美国总统遮侪林景总统伫夜日中，到今仔日互人足怀念。为什么？伊解放黑奴啊！甚至为着南北战争，互人枪杀死去啊！吼，咱就何必着安尼做？因为伊知影要做总统，我着做一个真好的总统。我无为着我家己来咧做，所以各位兄弟，上帝竞选你，竞选我。我做牧师，你做长老，你做执事，你做会长，你做兄弟姊妹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上帝要通过你伫无共款的场合、无共款的角度。要来服侍主、宣扬福音、做主的工，我真期待，希望咱每一个兄弟真正会当清楚明白，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吼，咱若知影，今仔日甲你讲话是治水，你老早就像即个撒玛利亚人甲讨水哩。你若知影耶稣基督是治水，你知影天父上帝是怎样听你的时阵哦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活甲快快乐乐，蛮有力量，有意义人生。求主赐福咱大家，咱三个来祈祷。请堂的天父，满心感谢，安静阮淡薄久伫你的面前，三甲思考宝贝话语。祝你早有开启撒玛利亚妇人人认捌你，耶稣基督是治水。今仔日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嘛恳求你，互阮认捌你，知影阮是何等有福分，受你拣选，诚侪你祝福。会好诶，主，我们三甲祭主你的道，守主你的圣餐，主你分别做圣圣别愿，互阮谦卑认罪感恩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清楚阮家己就是竞选的族类，恩典会好诶，是阮祝福阮，圣神光照帮助阮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